咁我今次咧喺呢個模擬政協嘅活動咧，主要係負責去寫我哋嘅提案啦，同埋去作為新聞發言人嘅一個角色咧，去委員通道度進行一個發言嘅。咁我就係同第二個成員一齊係寫呢個調研報告，同埋同時都係擔任呢個記者嘅位置。咁一開始其實我哋對政協呢樣嘢其實都唔係好熟悉啦。其實我哋都係參加咗呢個活動之後先知道，其實佢主要係分3大區域嘅，就係委員通道、界別會議同埋最後嘅提案展示啦。咁我覺得比較有困難嘅位咧，就係因為我哋嘅提案其實係有1000幾字啦，但係我要將佢濃縮成3分鐘，同埋可能要設計一啲演講嘅技巧係可以吸引大家去聆聽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比較困難嘅地方。因為我哋嘅題目就係關於香港青年喺大灣區創業嘅問題啦。咁我哋就通過喺 Zoom 訪問咗有2-3個香港青年，但係喺內地創業成功嘅人啦。訪問完佢哋之後咧，就將佢哋嗰幾個 point 去總結埋一齊，最尾就寫咗份調研報告，就關於佢哋所提及嘅問題同埋解決方法。咁我哋就希望呢個調研報告可以俾翻啲參考喺內地度創業嘅青少年。對於學生嚟講，最大嘅啟發咧，我諗係可以沉浸式咁去體驗全過程人民民主。咁因為呢一個名詞咧喺書上面咧，學生可能睇好多，但係今次咧佢哋要由事前做一啲調研啦、訪問啦、問卷調查啦，然後攞住啲真實嘅數據咧寫呢份提案出嚟嘅。咁呢份提案咧寫完之後咧，仲要喺模擬政協活動裏面同唔同嘅界別開會啦、聽意見啦，聽完意見又再修改啦。咁喺個協商嘅過程當中咧，體驗全過程人民民主，咁所以對佢哋嘅得着都好大。咁上年咧，我哋啲學生參加呢一個嘅青少年模擬政協咧，都有好多成就。咁今年咧第2屆就係我哋學校做主辦單位嘅。今年咧嘅主題咧就係就住呢個15-5規劃入邊做題材嘅。粵港澳大灣區總共會有28隊參加嘅。呢個兩會嘅精神15-5規劃對我哋香港，特別對我哋香港嘅年青人，我哋嘅學生係好重要嘅。所以透過我哋呢一個嘅活動，我哋希望我哋學生對國家嘅認識會更加深厚。